亚那新北的深坑有一间电子公司的仓库，20日时嘛发生火灾，因为内底有电子产品有锂电池，虽然一开始火有拍花，也毋过因为有锂电池的关系，佮烧起来嘛传出歹味。上北的民众是规暗臭摸摸，因为地方政府较慢通知，引起民众不满。 联动仓库早起夜的呈现，新北市消防局警官继续抓水。20日下昼2点多，位于深坑的成都公司地下室着火。迄当时，消防局出动100台消防车200人去抢救。虽然火势尾仔6点半就拍花，也毋过暗时开始，市区为包括北市文山信义、新北中央河等地区民众拢闻着臭味，加顿后早起也袂散去。真早起来，才会闻到迄款足无好闻的味。 发生火警的工作区内，也阁有护理之家照顾中者，伊刚表示有闻到臭味，也毋过警官无方要求撤离。我们都是全部是门关紧了，窗户都关。20暗，台北市消防环保局陆续接到民众进前，环保局收到97件6车来自文山区。文山区有里长不满，代志发生了后，官方无任何通知，一直到早起7点半，才有信息爱大家关窗挂翠暗。 我们看到整个市府的应变是非常有问题的，中间隔了整整15个小时。这15个小时去拟一个正式的回应新闻稿，让市民安心，有这么难吗？北市环保局澄清，稽查人员透明去定情的地点检测空品，除了固定测站，也佮搭配手压式机器，数字拢无超标，有害物质也拢无检出。民众对臭味较有感觉是因为界限值较低，强调有味无代表空品超标。 那立总部相关浓度是每立方公尺50至60微克，还未达到法定应变界限。国家有一定的规定 SOP 嘛，但我们照这个来做嘛，像一氧化碳、硫化氢这些气体，甚至都还零啦，没有即时危害的这种空气污染物。 气象署也指出，20暗的气象条件是吹东风，会防止会闻到臭味，也毋过风速无强，造成扩散条件较差。东北季风报道应该对改善有帮助。 那明天东北季风增强之后，那风向改变，风力也会增强，预期也会改善一些。早起发生代志的程度有关有锂电池高烧起来风险，消防局继续抓水降温，到位原因有待调查。另外，不少民众烦恼这摆的空污有低价的大后生，新北环保局强调，大后生是会发生有机物的这种有特定生成的条件。不过，代志发生了后，地方所测到的会发生有机物的浓度增加，初步排除污染的几率。也毋过，大后生无法度当场检验，为着检验已经做空气采样下送实验室分析。记者综合报道。